继续来看，有一个48岁姓陈的查甫人，伊家仔要卖限量法拉利的跑车，诈骗美国法拉利的经销商差不多3亿，而且检方还佫发现伊有经营线顶跋筊的网站咧洗钱，目前已经有查扣伊的车、精品，也佫有银行的口座。然后台中地检署14以伪造文书等罪甲伊起诉，目前已经成押核准。白色保时捷、黑色特斯拉一台煞一台停伫豪华住体地发生。48岁姓陈查甫人，伊车拢互检方查扣，伊利用香田国际甲国际赛车手的身份，讲是有限量超跑要卖，向美国买人收钱了后，却无交车，涉嫌诈骗。那假借出售法拉利限量超跑2辆，向美国的法拉利经销商进行诈骗。那因为诚信组显示法拉利车队的知名车手，加上他又伪造了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意见书，美国的法拉利经销商就信以为真哦。姓陈主嫌伫差不多5500万的7期上班经造车发行商，佮继续律师意见书博取信任，成功骗走美国要买人935万美金，合彩票差不多3亿。检方佮发现伊经营线顶签交平台洗钱。主嫌还涉嫌在台中7起的商办经营不法网络签赌平台，全案已由台中地检署以涉嫌诈欺、赌博、违反公司法、组织犯罪条例起诉侦检。主嫌的豪华住体名车、精品皮包啊、名表甲真济银行账户，拢被检方查扣，不法所得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甲追定。台中地检署14侦结本案，将姓陈主嫌依照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，搁申请羁押核准。另外一个姓陈的财务长30万交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